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2月15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是正月初四，上摆车辆拍算的上界多，国道5号上摆车顶总计达到8暝半。昨晚澎湖大大雾，13座机房取消，就千名旅客调伫咧机场，澎湖县府紧急伫今仔日调度机抓载客。虽是明仔是袂少店头开工，台中大甲镇南宫伫今年抽到的国运签比旧年更较好。今日是正月初四，上摆车辆拍算是过年中间上界多。国道5号宜兰上摆车顶究竟会达到8暝半。也昨1968这个 App 有各样，交通部长林佳龙伫今仔日视察相贴的时表示，天时已经调整，嘛呼吁民众加坐大众运输。15早起，高速公路的车开始变多，但是北部大部分也算真顺。高公局预告，新年初四过头了后，会开始出现就北的车流量，嘛是这边过年的年假车上多时阵，塞车时间会扭长3倍至4倍，嘛是春节所运上大的考验。今日北向部分也是在1.7到1.8倍左右，头城至坪林路段以及宜兰至头城路段，大约会持续用色到晚上，甚至到明天的凌晨。过到2点了后，国道5号就北的路段会开始做高升载的管制，真侪车赶伫咧透早就赶紧出门。国道5号出现塞车的情形，高公局预告，国道5号宜兰就北的车顶会一直塞到半暝。另外，高公局嘛整理12大上高塞车的路段，开车时间会是平常时的3倍至4倍。北部地区过道了后，会是国道1号就北新竹系统到湖口，国道3号就北关西到大溪，国道5号就北宜兰到卑南仔。中部地区上高塞的路段，预计出现伫国道1号就北西里到保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国道3号就北德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等等的路段。南部地区是出现伫国道1号就北南仔溪到高考等等的路段。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去代替台中站视察所运的情形，呼吁民众加利用交通部提供的资讯平台。但是1968 App 14煞出现各样，林佳龙表示已经做调整，嘛呼吁民众加利用铁道运输。因为防火墙的一个考量比较严格，那这个也进行程式的调整。那我们这一次也再进一步来把它增加。那现在也提早要回到工作岗位或家里，那这样把时间拉长。就可以产生这个有效的分流。另外，有民众反映讲，苏花街嘛出现塞车的车顶。林佳龙表示，春节期间苏花街已经采取新措施，由公路总局来接管号志的控制，有大客车专用道会当驶路径，消透往回东部的车顶。记者综合报道。正月初四迎财神，今仔日是好日子，袂少店头提早开工，嘛有真侪人去财神庙求财，也台中大甲镇南宫照例抽国运签。即今年的国运是世代交替年，结果是比旧年签更较好。手拎提灰仔碗，向头前代表5种歹运的石雕牵过去，代表甲旧年无好的运势牵好脆糊糊。这个活动嘛，互真侪人感觉讲会当消透压力。好畅快、舒服，因为砸完之后小人退散了，自然就准备要发财啦。开心啦，新年快乐啊！伫咧庙门口，民众嘛通过代表好运的金枝门。另外一边嘛有民众咧排队，等咧要望金元宝来求财气。新年初四这天是传统上迎财神的日子，不少人拢伫这天来财神庙求好运。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参拜都要照单一的路线，防疫袂当放零。除了拜拜的地方，其余的地方其实都不敢去。也许是疫情的关系，大家没办法出国旅游，那反倒就是台湾观光业啊，或是庙这边。公庙这边会比较更多人来参拜。各地嘛照往例，伫咧初四这天抽国运签，台中大甲镇南宫伫咧主持，董事长间轻飘向妈祖跋杯，抽出四季签，其中嘛包括向定国运的人口签。雨水有啦，吼，是啊，你看这运啊当修行嘛袂歹啦，吼，个这早当嘛袂歹，是啊，国运，国运小吉啦，吼。比旧年较好，比旧年较好。该签老师表示，今年国运是世代交替的一年，结果是比旧年的中签较好。不过产业甲经济会起起落落，好佳在也是会当稳稳啊过关。
但是上界重要的是，嘛是爱靠民众做伙拍拼，才会当拿来拿好。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到英国菲亚博物馆视察防疫事工敢有做矫正，也随时是好天，游客拍算的上界多。侯友宜提醒民众，就去网络看告示，注意景点的人数是多也是少。防体温、手消毒，正个随时北台湾出日头。真侪民众到英国投资博物馆参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看防疫措施。市长伫咧分金元宝的时阵，大家抢个要滴，侯友宜赶紧提醒大家保持社交距离。这里还摆个酒精。对，然后旁边也有酒精。在博物馆看展览片，侯友宜也详细看防疫牌啊，确认消毒工作有做到位。同一个时间是2000超过的部分是才会请他们。还好啦，就是自己看到人多就尽量就保持一个距离，就是也是。自己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满。随时出去耍的人会上多，侯友宜讲会调派人力监看人流监控系统，出去耍的民众要注意新北人流仪表板的情形。就整个现场的人潮以及录影监视系统所显现出来，再加上手机数量的定位以及我们停车场的车辆人数，随时做好精准判断，随时启动我们3阶段的管控。侯友宜讲，现场指挥官会看各风景区的情形，随时启动各阶段管控措施。民众出门耍放松心情，严格防疫袂用放松。记者综合报道。昨晚朋友大大雾哦，地区13座机班被迫取消，上千名旅客吊伫咧机场。朋友管府紧急调度，伫今日加设7线机抓，协助民众返来到本岛。另外，南部地区空气品质拍红灯警告，环保局建议民众较莫踮外口活动。春节假期搁要结束，航空柜台头前拢是人，因为10时暗时，澎湖机场受到蒙雾的影响，能见度无到200公尺，13个航班取消，上千名旅客无法度顺利坐飞轮机。澎湖县政府甲民航局赶紧调派加班机，15架开7个航班协助旅客来疏温，嘛互袂少准备等来上班的民众松一口气。很紧张啊，因为今天要开工啊。从那个7点一直等，要等到9点多吧，有吓一跳，就是这边起大雾，想说很少见这样。经过一个下暗蒙雾散去，正月初4的班机起降，目前拢是正常。除了要登去准备上班的民众，嘛袂少人要出发去离岛旅游，但是气象局提醒，也是有可能阁有蒙雾出现，往来离岛本岛两地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2天风力比较弱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在西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可能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会影响到能见度，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行程上一个资讯以及航班上的一个资讯的一个部分。初4是坐稳出日头的好天气，真适合出门旅游。民众爱把握，因为气象局指出，初5后半天北部、东北部各会落雨，初6会有一波冷空气来。民众伫春节了后的头一个上班日，各会明显感受到天气变寒。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同时嘛有境外污染物，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出现红色警示，提醒民众较莫去户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关心世界。缅甸军事政变，军方为着压制抗争，已经掠至少400人。昨昏阁有铁架车驶上各大城市的街路。今日透早第3摆断电断网络，美国这边判断军方恐惊会大出手落去镇压，联合国出声警告军方袂使伤害百姓。政变了后，连续第9个无平静的抗争之夜，缅甸军方加强镇压力度。则是伫北部大城密支那市发射催泪瓦斯，并且向示威民众开枪，逮捕至少5名记者。目前无法度确定用的是手令枪支，也是实弹，也无法度确认受伤的人数。无偌久了后，包括阳光、密支那等大城市马路拢出现政变了后头一摆大规模战车部署的景象。各界风声，军方下令15透早1点到9点切断网络，甚至可能断电。网络监控组织也证实已经出现政变了后第3摆大断网。美国大使馆指出，有现象显示阳光将有军事行动，呼吁当地美国公民踮伫安全的庇护处所。缅甸媒体工作者研判，这是政变以来上关键的一天。过去2礼拜以来，已经有400名抗议者被掠。
13军方也个宣布，唔免搜索领导会当拘留民众，并且搜索徛所在。更加加深人民半暝啊被消息的惊吓，不过有关坚定立场，要求随释放民选领袖翁山书记，加一名伫示威中受重伤的20岁的女示威者。We don't want anyone to die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But we have to die if necessary. 美国英国甲欧盟各国驻缅甸大使14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全世界拢在看当地局势发展。联合国呼吁缅甸军警唔通用暴力对待抗议者甲民众，若无会付出代价。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看到转来，咱台湾昨屏东发生2件意外，有游客去到阿龙一古道行打，煞跋倒受伤；另外一件伫咧崩山，一名骑重型奥多摆骑士甲汽车相撞，这名骑士重伤不治。而这假期剩2天哦，未少民众会出外游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海巡人员小心将伤患扛去担架顶悬，沿海岸隔离现场。春节期间，真侪游客到屏东阿朗伊古岛健行，但阿朗伊古岛沿途大部分是石头啊海岸，野两石路并无好行。14号中昼，就有女游客无小心滑倒受伤，海巡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救人。检视其伤患情形，确认意识清楚，右手患部已由导游实施检疫固定。因伤者有体力不支状况，本队随即以长背板将其抬出阿朗伊古道旭海端，交牡丹消防分队送医治疗。伤患红扛去救护车顶悬送病院，经过诊断是正手髁脱臼。海巡署提醒要来阿朗伊古道健行的民众，要注意路况，慢慢啊行，才袂发生危险。但出游的意外，毋那是发生伫风景区。同一天的下晡，屏东邦山乡的台一线路段嘛发生一件重大的车祸。系自小客货车沿台一线南下，在分向岛缺口处左转时，与对向大型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大型重型机车驾驶经送医后伤重不治，双方当事人经检测均无饮酒情形。事故责任警方都伫调查当中。春节期间，真侪民众拢是开长途车到外地出游。警方嘛提醒，长时间驾驶需要真悬的专注力。若连续开3点钟的车，上好停车休困20分钟以上，嘛爱随时注意头前车辆的动态，才当保持人甲车的安全。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屏东报道。也昨下晡，台东地上碧龙大道有一架轿车冲入去丢啊田，引起游客讨论，甚至翕相录影去哩网络滚笑。经过警察初步调查，驾驶人是当地居民，赛车的是身体向无爽快、昏气，意外才会来发生。嘛，有民众就爱以同理心尊重驾驶。因应将会测试返港车流，一透早台东台北警方伫南回公路沿线进行管制。目前伫东牛观光火车站4号位已经出现车流甲人潮，也毋过公路局按照交控中心监控，在其南回公路的车速也顺畅，也毋过有个下昼过了后会进入车流的高峰期。现在目前南下北上的时速都维持在60到70，预估差不多12点过后，南下线往屏东方向的车潮会涌现。公路局也提醒驾驶人爱注意身体状况，在是伫地上的北龙大道就发生一件轿车冲至丢田的意外，一度引起民众讨论是无熟路况的驾驶人乱弄。不过警方调查，其实是当地居民因为开车转去，突然身体无爽快昏倒，才冲入田底。本辖发生一起因身体不适跌落田间之交通事故，经查，该驾驶系附近居民，持有合法通行证。公路局呼吁下昼开始，台东县的花东纵谷、东海花甲南回公路会开始出现返港车流，车速放慢，请驾驶耐心接受警方指挥，唔通随意超车。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地方，高雄盐埕新乐市啊，甲左营莲潭市啊，今年春节拢照常举办。不过因为游客疫伤过头济哦，地属高雄市府自初一开始，连续3天的下晡，竟是这2大市啊实施交通管制。
工作人员摕着风扇头，那顺势拿大声宣导歌吹暗，高雄盐田收入市集，甲左营莲塘市集，今年春节如期举行。为了防疫，唔那禁止汽车民众也需要暂停挂吹暗，也毋过也是有不少民众洗哩的无洗哩违规啊。有一些提供民众吃饭的地方没有遮蔽，当地的这个志工或者是我们稽查同仁这边特别去注意。那边走边吃的行为，一旦发现，立刻制止。以昨天为例，大概一天我们统计总共有800多位，那这个部分呢，都立刻予以劝告，立刻予以改善。禁止汽车甲哪行哪食，和部分的摊商生理减少2至4成，也毋过非常时期，摊商也尽量防疫小心。还是有一点影响啊，跟往年的就差蛮多的，比较不方便吧，对啊。平常大家都是拿到就可以吃。可能现在都要拿着，可能要拿回去某个地方。虽然有真侪规定，也毋过2个季节游玩勇地大量游客，也和高市府为初一开始连3天下昼发布警讯，实施交通管制。如果说一下子进太多的话，你要逛街也不好逛，所以我们就只出不进，然后等这流量顺畅以后再进去，因为他们在逛完是从另外一个出口，14个出入口都可以进出，所以我们就是控管在每个入口。初3下昼起，高雄市区干道甲各大风景区商场顶拢出现大量人车潮。基丁头街、义台顶风景也是游乐区，行车时间拢久长1.1到1.25倍。高市交通局提醒民众到这寡热门景点，除了注意防疫，也爱注意交通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盐水武庙请画师伫墙仔画老毕、关公、张飞、桃园三结义的3D 彩绘，对于无共角度落去看，会感觉图画亲像咧震动，亲像咧变化。毋若吸引民众来遮行打，也互因怀想历史故事。台南的盐水武庙墙仔顶面画是大家拢真熟悉的英杰、老毕、关公和张飞，尤其这身关公换一个角度看，就好亲像伊咧掠你金像。原来这是3D 彩绘师詹进成特别和庙方合作所完成的。主体呢，我们用双面画的方式去呈现关公这一个部分，所以呢，从刘备征讨邪，然后这个张飞呢，他贪杯失徐州，把这些故事画在这个墙面。第一歌有一条歌叫做《三国志》，内底唱讲豪杰、老毕、关公、张飞。桃园三结义，3兄弟共生同死，抱负真大的志气。虽然这是中国史，台湾人却是对这个故事袂青分。尤其伫咱的民间信仰内底，真侪庙宇拢有拜关帝爷。伫台南的这间咸水武庙，就是以关帝圣君文景和咸水芳仔炮出名。这关公的精神，就忠义仁礼信。真正就是咱整个社会足欠缺的用这图来表示咱关公的精神。詹进成要替武庙做一个关公的雕像，看起来亲像浮出来，其实是拿落去的。这也希望吸引民众来遮翕相参香。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际出名的景观艺术家王文志，王文志出身嘉义梅山。王文志利用创作反映台湾社会，拿嘉义县府专工整理遗迹32档以来的作品，出做一本册，就是望大家更加了解伊的理念。甲灶骹内底煮食的鼎摕来创作，正做古早君王祭祀的时阵用的鼎，表现君主甲民主的相对关系。佮有使用石头啊、树枝这的自然材料来表现环境议题的作品。出身嘉义县梅山乡水里的王文志，有介侪作品反映社会问题，是国际上出名的艺术家。伊一个上大的特色就是讲，山顶的人真淳朴的个性，用这在地这物件来创作，这是足好的代志。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记录了30几年来的那个我的整个创作，那里面有那个肖荣瑞老师，他写了一篇那个很记细民意的一个文章，还有菲利普那个法国的那个评论家哈，他也很详细的哈，然后写了一个那个文章这样。王文志伫2010年到2019年之间，多次受到国外邀请参加创作展览，
嘉义县政府特别成立一位1988年到2020年这32档所有的技术创作，而且出版专册，让大家更加了解伊的创作理念。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他的创作，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在他的作品里面，不只是用眼睛看，也进到这个作品里面去跟作品互动。那我想，这也就是王文志老师的创作的魅力了。除了嘉义县有王文志的作品，嘉义市一寡所在嘛，因为王文志的作品真做民众观光翕相的景点。嘉义县政府就表示，王文志的作品当中有在地的精神，嘛有故乡的感情。希望未来伊会当继续创作，用艺术来展现嘉义，让全世界拢看会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即阵嘛，民众若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有通看到新朋友普通羊。普通羊看起来各水各水，互人想要甲伊惜惜。毋过普通羊本地是巴西物种，因为走私入来到咱台湾去互海关查到，也普通羊是保育类的动物，才无甲伊杀杀。通过检验了后，交动物园来照顾。伫树仔顶爬来爬去的这两只耳边，阁有两撮白色的毛，因叫做普通羊。细细只身躯平均10几公分，尾流阁比身躯较长，是台北动物园新展出来甲民众见面的动物。在普通绒，它原则上是生活在巴西东北方，那当然就是比较偏向像雨林里面的环境。那因为个体那么小，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环境上的复杂度要很高。在这边我们怎么提供它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就是一种思考。本地是南美洲的生物，2tháng前走私入境，伫桃园机场，互海关查到，通报防检局，发现是保育类动物，才交予动物园的保育员来照顾。经过3个月养饲，即马才会当健康生甲这么大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这种走私行为或者照养行为，没有经过正常管道，通常都有非常高的风险，夹带传染性疫病。确认这些都没有问题之后，其实在照顾的过程就是一个考验。其实走私外来物种，真侪是流入宠物市场。财政部关部署嘛讲，因为查到的普通羊是保育类动物。才有通送去动物园。一般若走私外来物种，若是互人掠到，拢会以人道的捕杀来处理。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长暗路、吉林路普遍拢是暗棍长、卡亚长，不过卡到最近伫非洲发现2只特别矮的长暗路，身长无到3公尺，干那普通长暗路的一半悬尔哦。科学家判断这应该是骨骼发育不良来所致的。若讲到长暗鹿，大家拢知影，就是颔棍啊甲骹拢正长。严格来看，这只长暗鹿，这只叫做吉姆利的长暗鹿，颔棍啊也是正长，严格骹是正短正粗。伊是科学家伫2015年在南非的东部乌干达所发现的短骹长暗鹿，悬只敢若2公尺8。3年后，伫南部的纳米比亚，佫发现一只2公尺6悬的长暗鹿奈吉尔。全世界到即马只敢若发现这2只短骹长暗鹿。It looks like a very young 1-year-old giraffe. So, yeah, we were definitely all very surprised to see it. 保育人士讲，一般的长暗鹿悬差不多4公尺半到6公尺，吉姆利加奈吉尔只敢若因的一半。科学家讲，这2只讲的长暗鹿应该是骨头发育不良，也就是侏儒症，4肢骹才会特别短。侏儒症伫咧人类抑个家畜拢有记录，不过野生动物较罕见。We would probably need to do some genetic work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but we can definitely tell that it is a dwarf giraffe. 科学家讲，这种短骹长暗鹿要进化较无容易，因为因的骹较短，面对外来威胁的时阵走袂紧，反击力也会较差。而且甲母的长暗鹿身悬差伤济，可能无法度交配。科学家也正伫咧观察吉姆利加奈吉尔，了解侏儒症是毋是影响因的行为甲社会地位。伫过去30年，野生的长暗鹿数量减少4成，大概只敢若剩11万只，已经列做脆弱物种。不过最近保育工作做了袂歹，数量有慢慢增加。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观众朋友，咱来关心下半部的天气。北部上低14度，上悬24度。中部上低15度，上悬26度。
南部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这边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